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6月初9，诗篇37篇34节安尼讲：你着听候耶和华，遵守伊的道路，伊就高升你，互你承接土地。三甲来祈祷，将阮高升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信实可靠的主，你是大有气力、佮施行拯救的上帝，你是施恩佮祝福的源头。因为安尼，我要来尊崇，佮学习你的名。感谢你，因为一切拢是你所有，也拢是对你来。阮只有遵谈你的旨意，高举你的名。主啊，当世间的艰难填破阮，一切苦痛临到阮的时，阮常常想尽办法要靠家己来赢，总是你互阮知，阮无人通靠家己，独独着安静听候你，遵行你的道路，你就要来高升阮，互阮通承接你的土地，来成做阮的产业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助咱常常来听候伊，遵行伊的路，伊就要高升咱，也互咱承接伊的天国的福分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